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台南市义长杯城市花廊装置艺术的比赛，明仔载要开幕了。有10组的团体，因的作品会伫市议会东边的人行步道来展出，要邀请大家来欣赏这个独一无二的花艺的展出。 台南市议会迎接圣诞甲过年欢乐的气氛，除了延续旧年反应真好的大型花卉展览以外，嘛头一摆结合插花协会等有10个团体举办城市花廊装置艺术比赛，邀请大家欣赏独一无二的花艺展出。会使讲是一流的顶尖团体做出来的物件，互咱大家用世外桃源一般的美丽，充满着欢喜。种呢，互咱大家咧。 会当呢，而且呢，感受到大自然花的水，感受到这个花艺设计，这个水呢，会当呢带入咱每一个人的生活。用花艺设计精神来展现台南的水，以艺术甲有美感的花来吸引乡亲的参观。时到卖评选出优秀的作品，活动展期10天，将持续到1月初2，假日过花艺家己动手的创作，欢迎乡亲带囡仔做伙去感受。